真濟長者隨着年紀的增加，骨頭的退化，加上肌腱修復的能力變差，就算無做初動，反覆性來使用錯誤的動作，旋轉肌腱嘛容易來受傷。一旦受傷，會造成肩胛的痛痛，甚至手壓袂懸。對此，衛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復健科的醫師張俊凱表示，如果有類似的症狀，一定要接受理學的檢查，才能對症治療。旋轉肌的肌腱，其實它常見會受傷的原因，第一個就是說，有時候是我們用力過猛，或者說像有些運動員長期做一些過肩的活動，都會容易造成受傷的狀況。第二個，其實在年紀大的病人身上比較常見，就是一些反覆性使用，一些錯誤的動作，就容易造成說我們旋轉肌在我們兩個骨頭中間產生一些夾擠的症狀，長期摩擦之後就容易造成旋轉肌的受傷。而至於旋轉肌受傷，我們要怎麼樣去診斷呢？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病人病史的詢問，第二個加上一些理學檢查。而現在的話，最常見就是我們可以再加上超音波的檢查，它可以去看看肌腱是否真的有受傷。而如果說要再更精密的話，我們就可以透過核磁共振的檢查，去幫病人進一步的診斷受傷的嚴重程度。另外，對着旋轉肌腱受傷，佮着俗稱的有時間，因為痛，佮着手袂用個壓懸，症狀真共。不過受傷佮着發炎的所在無共，還是要經過正確的診斷。旋轉肌的肌腱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透過肌肉，然後把力量傳遞到肌腱，然後帶動我們的骨頭去做動作。所以肌腱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幫忙帶動我們手去活動。而五十肩的話，它其實是我們肩膀的關節囊，它有發炎的狀況，造成說整個關節的活動度受限。所以兩個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說，我們去做被動的關節活動，所謂的被動關節活動就是不是病人主動去動，是別人被動去幫他動他的肩膀。如果說肩膀的別人幫他動的被動關節活動度也有明顯的受限，那通常病人可能就會是50肩的狀況。如果說他的被動是沒有問題，但是主動因為他肌腱受傷，所以力量沒有辦法傳移到骨頭，所以病人沒有辦法拉起來，那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會是肌腱的受傷。醫師強調，透過理學的檢查搭配超音波，就能了解病人的旋轉肌腱是不是受傷。一旦確定，接落來就是治療。一般保守的治療包括歇困、物理治療、佮着藥物。但如果治療的效果無好，患者會用考慮接受注射或者是手術的治療。無論是注射治療或者是手術修復，病人攏需要搭配物理的治療，才能協助改善肩胛活動度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